譬如僱主咧，淨係同外傭咧續約1、2次，咁咪可以避開居港7年個期限咯。唉，好嘢啦！僱主為咗避開418勞工保障，成日叫工人翻少個鐘啦，翻少個禮拜啦，結果咧俾人話無良僱主，以後就大條道理咯。我學政府㗎咋。新移民咧就講到係蝗蟲啦，外傭就話佢哋冇貢獻。咁世界上最優秀嘅人種一定就係香港人啦。香港唔係亞洲國際都會啦，變咗清朝嘅衙門，有理無錢，莫進來啊！我今次敗訴你就金啦。話過一生到盡頭，也願意拖着你的手。訴訟點啊？個官話啲外傭住滿7年就可以申請埋啲屋企人嚟香港，到時啲開支會超過成8億㗎，我哋邊有錢啊？為咗守法，就算要我賤賣資產、發行債券，都值得㗎。我翻嚟啦！士多老闆話可以揾人大釋法，好易揾嘅。佢搬唔到，佢哋都搬唔到。因為佢好想9月入伙，用新大樓，忘記施工需時。如果佢聽到呢啲忠告，好問啊，好問啊，好問啊！決定入伙日期預翻鬆少少，就唔會搬 office 要計真。當你政府好嘅時候，你做乜嘢阿爺都可以好讚㗎，但係當你越嚟越水，啲批評就好似一巴一巴咁冚埋嚟，好亂啊！仲以為喺度改善緊，哇，好求其！阿爺變到咁挑剔，真係神仙都救你唔到，係㗎。開始神仙都救你唔到，煥發阿爺精明挑剔。喺趌完第一次話你民生問題之後，接近90%機會會趌你第2次，開始攞翻你個望遠鏡出嚟，有遠見未啊？美國有林肯解放黑奴，中國都有個林肯解放港奴。黃江啊，叫香港嘅公務員做 boss 做主人，簡直就係解放奴隸，仲唔係中國嘅林肯？但係特首話噶嘛，我要做好呢份工，打工仔點做老細啊？創業自己做老闆咯，不過董事局主席咧就由我做，你啊頂多做嗰個隨時俾人炒嘅 CEO 好啦。我要學阿黃主任咁講啊，自己當家作主，香港係唔需要23條立法嘅。黃主任叫你哋諗嘢長遠啲啊，咁即係話諗遠少少，諗到去北京咁遠先得噃。哦，咁樣當家作主係嘛？我明啦，香港係會自行決定，我哋係需要23條立法，同埋我哋係唔使有真普選㗎。黃主任啊，唔係香港人唔想做 boss 啊，係 boss 上邊咧仲有個 boss 噃。唔通香港人只係住喺大宅裏邊嘅菲傭負責打掃，但唔係屋主？當家作主，特區政府同香港市民當家作主。可惜像我這一種人，聖母永遠不肯給予憐憫。每天如將苦兒祈求，誰可真心的逗我開心？誰說會與我騎回旋木馬，天黑透了，伴我一起歸家。是我或你犯錯了嗎？人被半路撇下，受那風吹雨打。過去港內的模式底下呢，它更多的就是英國人，他是主導香港的事務，所以作為各級公務員來說，他們更多的去
接受指令、执行指令，所以他完全培養的是 civil servant。誰人會愛我這種孤兒仔，流落到谷底？恐怕我已是個熱戀的後遺。他們過去他們是聘 boss， 現在他們自己當了 boss 以後，他不知道怎麼當 boss， 怎麼樣當個 master。誰要我這種孤兒仔，誰要當個 master？當我至愛路過，亦不想實惠。誰在從前話我貧窮但美麗，但想抱抱就等待轉世。我這種身世。一國兩制底下咧，香港人咧要做好主人，學好自己做主人翁。港人治港，事實上呢個而家發生緊嘅。挪威發生白人極右翼恐怖槍擊案，一個外交家個仔有良好教育出身，走去爆炸政府總部，上個島亂槍掃射青少年。乜嘢叫激進行為呢？香港人未見過大蛇屙尿，見到掟兩隻香蕉就以為激進。嗱，今次不妨見下世面，睇下乜嘢叫做國際級大場面嘅偏激啦。兇徒自稱同英國極右組織有往來。英國嘅排外反伊斯蘭政黨叫做英國國民黨 （British National Party）， 簡稱 BNP。黨魁叫做葛萊夫，佢不嬲都話自己好愛國，呼籲英國係白人嘅英國，要求政府遣返晒啲伊斯蘭阿拉伯裔外來移民。葛萊夫喺英國雖然咧係咁愛國，可惜受到一啲知識分子責難，話佢咧係納粹法西斯。不過佢個合法政黨議席近年就有所增加喎。歐洲10年來左傾政府相繼上台，推行所謂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ness）， 怕一旦收緊移民就俾人話係種族歧視，於是大量撥款、大派福利，任入嚟攞英國居留唔嬲，以為咁就叫做文化多元 （multiculturalism）。俾晒一啲伊斯蘭少數團體咧起清真寺，宣揚翻所謂少數族裔文化，搞到阿拉伯嘅婦女啊嗰邊嚟到都可以戴正黑面紗過海關，唔使除冇得影相，話係本國習俗。哇！呢一隻政治正確病毒終於刺激到右翼團體用暴力嚟到聲稱替天行道啦。今次嘅狂魔係極右白人憤青，憤青嘅特徵就係一味講愛國，話自己受到列強侵略。列強即係拉登啊、黑人啊，一切非我族類。講下講下就會釋出大量仇恨，仇恨入骨就要用戰爭暴力解決啦。今次挪威事件就係白人愛國憤青同左傾政治正確思想泛濫嘅大衝突啦。中國大陸係憤青嘅溫床，係人都知。香港咧又有種種嘅壓力團體話要反歧視，政治正確好流行喎。極右病毒、極左細菌，哇！大中華包埋香港，兩尾都中晒，會唔會係雙喜臨門呢？Jeg snodde meg og spurte henne hva som skjedde, og så da ser jeg på beina mi, og det var blod overalt beina mi. Altså der fikk jeg vite at jeg ble skutt og sånn. The shooting was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when these young people were in our house, and we can see the man on the island was shooting young people trying to get away. 其實狠心傷我的人已經走，人間烏有。This whole case is indicated is insane. 如長浩劫，身體上沾滿的血，還清美的血，無情與惡夢決裂。如淚是血，這刻什麼也別說，流這麼多。Jeg føler skam og sorg.
det som har skjedd. Og alt i alt så skulle jeg ønske at det var ugjort. Ondskap kan drepe et menneske, men aldri beseire et helt folk.